南摩第三是多劫羌佛说。是法折言9。复曰者，奔往为是，终欲道障之退，更变速前也。车党虽倒挂之行，而在更立前行之策也。在日常生活中，凡是与别人商约好的事情，我们就要按时去做，要照着约定的条件去履行，并争取把它办好。实际上，要成就我们的事业也是一样。但是，往往我们在前行的途中会有很多障碍。举例来说，上学时要读书、认字、写作文，有的句子造得不对，有的作文写得不好，有的数学做不了。但是，我们必须要努力完成这些作业，并且要做好、做完美，最后达到目的，顺利毕业。又如，我们在事业当中遇到困难，挡住了我们暂时前进不了。此时要懂得终欲道障之退的道理，就是说，途中遇到了障碍不能前进时，有时候要先朝后面退一下。那么这稍等一下，是否就更迟缓了呢？不，暂时的后退是为了蓄积力量，瞅准时机，以便能更快更好的前行。就正如汽车要设一个倒档一样，每汽车抵到障碍无法前进以后，此时此刻须当挂上倒档倒退。倒退的目的是为了让开更宽阔的路来，以便能挂上更快的速度前进。总的一句，倒退的行动是为前行的目的而采取的一种具体对策。感谢您的收看，欢迎订阅、按赞、留言及分享我们的频道。